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係呂宇俊傳道。嚟緊2017年由1月1號，即係聽日開始，我哋教會會推出一個全年嘅讀經計劃。我哋希望喺1年裏邊，大家會睇晒成卷新約聖經。每日讀1至2章聖經，會唔會太多啊？會唔會咧好似覺得水過鴨背咁樣咧？睇完就冇嗱。呢一個讀經咧，我哋係好想你1年之後對成卷嘅新約聖經有一個好大嘅圖畫，所以一路睇嘅時候，你一定會遇到唔明。就算我自己睇，我都遇到好多唔明。但係當你一遇到唔明嘅時候咧，我唔想你即刻又抄電話然之後即刻咧又睇電腦，唔使。我哋識晒所有呢一啲，會令到你可能有機會令到你唔專心睇上帝話語嘅時候。因為我自己深信，如果有一日你流落荒島嘅話，你淨係得呢一本聖經，你冇晒釋經書，冇晒電話，冇晒電腦，上帝一樣可以透過佢嘅靈嚟同我哋講説話。所以好希望你喺度讀嘅時候，你盡量去認識喺新約裏邊究竟講啲乜嘢。而嚟緊，我會每一日就會播一個片段，而呢個片段就係當日要讀嘅聖經。而讀完之後，亦都會同大家有個禱告。我哋擺上網、擺上 YouTube 最主要嘅原因係好想弟兄姊妹好具體咁樣去感受到，我哋係同你一齊同行，我哋係同你一齊讀聖經。好想你認識呢一位嘅情人多啲。因為如果上帝係我哋嘅情人嘅話，呢一本書就係佢留低俾我哋嘅情書。當你去真正研讀聖經嘅時候，你會發覺原來讀1至2章聖經唔會嘥你，或者唔會用你超過5分鐘嘅時間。如果我哋真係愛嗰個上帝，如果你真係想認識佢多啲，點會每日5分鐘都唔肯俾佢呢？所以擺上網第一個目的係想支持大家去建立一個持之以恆嘅讀經習慣。而另一啲原因就係因為可能有啲弟兄姊妹你要去公幹，你要出外，你要去旅行，或者你去咗遊船河，我都希望你會每日保持住呢個習慣。而第三，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隻眼睛唔係太好，可能睇聖經真係有啲吃力，所以我願意每日讀俾大家聽。希望我哋嘅身體唔會成為我哋嘅難阻。仲有當擺上網之後，既然你而家成日都用 WhatsApp， 成日都用微信，我哋有時 send 一啲鼓勵人嘅説話，不如你每日做2樣嘢。第一，你就 send 我哋嗰日要讀嘅聖經，去鼓勵弟兄姊妹。另一個可能係一個口號，就係你讀咗未？你讀咗未？可能一個互相嘅提醒，亦都成為我哋嘅動力。再祝大家一次新年快樂！嚟緊新嘅一年，聽日開始，祝願大家可以靈命更新，愛主更深。